生囝是夫妻两个人的代志，若想要增加自然有新的纪律，一定要做伙努力。对此，大安妇幼病院气功婴儿中心钟明婷主任强调，病生的原因真多，已经不是单纯年纪，包括子宫的环境，甚至牵涉规身躯的免疫系统等等，相当复杂。所以，只要翁仔某想要生囝，一定要提早检查评估。因为常常有一些妇女的疾病是没办法，不会表现出一些临床症状的，好像有时候一些肌瘤啦，或者甚至有时候有一些披衣菌的感染，它会造成输卵管的阻塞这一块。那另外还有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，有一些免疫性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，如果没有进入检查，或是没有真正的去试，或真正的进入试管疗程，我们是不知道答案的。所以可能还是呼吁啦，年轻的朋友还是要尽早进入检查。另外，针对高龄产妇或是未生翁仔某来讲，接受别人关精卵子，嘛是得到幸福希望。所以，大安妇幼病院提供捐卵服务。医生强调，现在政府法令已经相当的周全，唔免烦恼纠纷。有些其实很多40几岁还在努力的妇女，其实她们没办法去接受这个观念啦，没办法接受捐卵观，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其实民法里面也还提到，所谓生的儿子就是所从出者，那这个其实只要好好的去养他，好好的去教育他，后续他还是会觉得，这个妈妈还是非常养的妈妈还是很好，更何况，受卵者所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一半是先生的基因，也不是完全是领养的。所以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，如果对于这些年纪大的妇女来说，还是很不错的选择。毕竟生囝是一个身体状况加时间走相略的过程，偏偏有可能未生困境，才当欢喜迎接小生命。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